台湾老人的人口是愈来愈多，也毋过用旧的马桶嘛是比用济较济。有立委就请日本的专家做回来讨论，望讲当透过日本的经验来做改善。台湾目前是超高龄化社会，也毋过台湾的公共便所也是旧的马桶占多数，是大人要去是真正难。但是像日本今嘛拢总是坐马桶咯。拜是有立法委员招日本的专家来召开座谈会，希望借日本的经验来改善台湾的公共便所，毋但互老大人在使用的时阵更较利便，也会当互来观光的游客对台湾有较好的印象。因为蹲式马桶它的这个抵抗力很不好，每个人都会拍巴肚了。拍巴肚一蹲式以后，炸开以后，这个环境就脏了。日本便所协会就分享讲，因伫咧转型的过程嘛有遇到困境，也透过提供马桶自助来消除民众对坐式马桶的卫生疑虑。嘛指出坐式马桶伫咧摒扫的时阵嘛摒较会清气。另外也有提供日本的政策规划，互台湾做参考等等。咱的交通部观光署是表示，已经有甲22个县市开会讨論，未来会规划相关政策来落實較好的便所文化。和式が様式になった公共トイレとか駅のトイレが様式になった理由の一つは、メンテナンスし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つまり紙が詰まっても、すぐ補修ができると、こう詰まりを除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構造的にそういうことで、洋式のトイレは、排水の関係でなかなかこう詰まるとですね、対応がしにく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した。观光署自己负责的观光风景管理区啊，这块会优先来推动啊。那这件事情更是我们的门面嘛。那我们现在大概第一个是目前同时还有高龄化的这个需求的问题，所以观光署现在目前在推进所谓的厕所，就是从蹲式提升到坐式的这个部分，大概会朝向3:2逐步的去调整。另外，伫咧改善便所卫生环境的部分，政府相关单位是表示，会搁进一步来研究甲推动，希望互社会大众拢会当有搁较好的便所使用品质。记者陈新东、王志光台北报道。